今年4月，山東一名孫女士遭遇意外，左耳連同頭皮被機器扯斷，頭皮及頸部皮膚撕裂，傷情嚴重。送醫後醫生發現，因左耳離斷太耐，頭部創面污染嚴重，無法原位再植。醫院重建外科副主任直言：保住生命唔難，但係要保住耳朵，恢復容貌，簡直就係喺刀尖上跳舞。為留住耳朵，醫療團隊創新推出2位寄養再植術，先把離斷耳朵移植到腳背，吻合血管建立臨時血，供維持活性，待頭部創面愈合後再移植。選擇腳背係因為腳部皮膚嘅厚度、彈性同耳部非常配合再植條件，且能揾到0.2到0.3毫米嘅微小動靜脈，同耳血管精準契合，可穩定供血，防組織壞死。係5個月裏面，孫女士悉心呵護腳背嘅寄養耳，在一段時間後，頭部移植皮膚成活，寄養耳狀態穩定，第2期手術條件已成熟。近日，團隊順利完成第2期手術，將耳朵成功移回臉部。呢場跨越5月嘅生命接力，既守護咗孫女士的容貌與信心，也彰顯團隊嘅顯微重建外科技術。